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am 啊。今日介紹雅景台一個單位，實用面積475尺。咁雅景台呢，我哋位於喺馬鞍山路188號。咁佢總共嘅座數呢有4座，分咗882伙，大概10分鐘度呢就會行到去馬鞍山地鐵站嘅。咁唔阻大家啦，大家參觀單位入邊計價先。左右客飯廳。雖然佢有小轉乘開積，但係都非常之實用。畢竟單位都471尺，裝修非常之企理。首先我哋參觀下廚房先，設備都齊全，雪櫃、洗衣機、煮食爐、廚櫃，全部都好企理。嗱，單位嘅客廳，望返外園景，飯廳，洗手間係一個名廁嚟嘅，做個旗桿，非常保養得非常之好。嗱，第二間睡房，去到呢間主人房，主人房呢個位置咧可以擺到頂嘅衣櫃。如果大家對單位興趣，可以 call 我聲，電話係9092703290927032，等你電話。